歡迎收睇 Into the Channel，我係主持人 Ruby。喂，阿伯啊，咁今日咧，我就同靚女 Ruby 咧，唔係嚟行街，亦都唔係嚟 shopping 嘅，係帶大家感受下珠海斗門湖心新城最大嘅商場嘉禾城廣場啦，嚟感受下佢個商業氛圍究竟係點樣。咁 Ruby 啊，知唔知道嘉禾城廣場呢個商場有咩靚嘢介紹俾咁多位街坊？這邊商場呢是有分為4層的，然後1樓這邊大多數都是賣一些吃的呀、快餐啊，還有手機。然後我們正前方這邊呢有賣金飾的，然後在旁邊呢有肯德基呀、麥當勞啊，還有喜茶呀、霸王茶姬呀，還有這個你喝的瑞幸。大家知唔知道呢杯係幾錢啊？哇，驚喜㗎，9蚊9啊！對啊，現在這邊呢都是有套餐的活動，像我們今天中午在天娛翼那邊吃的快餐呢，3個人吃了80多塊錢，非常的有性價比。而且旁邊呢就是那個海鮮樓啊，還有白藤頭的海鮮市場啊，所以說周邊吃飯呢都是有的，然後都可以滿足到我們。係啦，咁嘉禾城廣場呢個商場咧，對出去咧就係我哋嘅湖心路啦。咁呢個湖心路咧，相當於係我哋香港呢邊嘅彌敦道嘅雙向8車道啊。係啦，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做低首付，而且是精裝修現房。要不你知道是哪裡嗎？莫非你講嘅係恆裕江山會呢個樓盤？對啦，係啦，咁呢個恆江山會咧，我哋營造置業咧，亦都係中秋同埋國慶期間啦，收到咗發展商呢邊嘅通知，就係有獨家特價房要分享俾咁多位觀眾啦。咁今次介紹嘅內容咧，就係82平方3房同埋98平方做到南北對立雙露台嘅大3房。咁82平方嘅話，總價係100幾萬，然之後咧首期咧只需要俾出5萬蚊，月供嘅話4000幾蚊。咁98平方咧，亦都係高樓層嘅，景觀咧係非常之開揚，同埋可以睇到一線嘅湖景嚟嘅。咁總價咧係120幾萬，同樣啦係可以做低首期低供嘅。咁首期咧亦都係只需俾出5萬蚊。咁比如5萬蚊首期之後咧，剩低嘅所有房款咧，全部做銀行呢邊按揭同埋上會嘅，每個月月供係5000幾蚊㗎。咁82同埋我哋一個98啦，月供係相差1000蚊左右嘅咋，咪非常之筍啊！而且最重要、最緊要嘅啦，係精裝修現樓，即買即收樓，即買即入住啦，係啦。咁等下咧，我哋即刻去到我哋嘅小區園林，嚟緊大家睇下呢個超級無敵靚嘅園林。好啦，咁我就同我哋靚女 Ruby 咧就嚟到咗江山會3期嘅中軸園林啦。咁我哋今次再次過嚟咧，係有驚喜、有筍盤分享俾大家嘅。咩消息啊？咩消息係嘛？係啦，今次咧主要係分享我哋嘅特價房啦，關於82平方同埋98平方嘅。咁依家賣緊咧就係8棟嘅1單元同埋2單元。咁8棟呢邊咧都係2梯4房嘅佈局啦。咁0102咧就係82平方3房2廳1個洗手間嘅，相當於香港尺數咧就係882尺啦。咁03、04咧就係單邊位嘅，係3房2廳2個洗手間98平方嘅，相當於係我哋香港尺數咧就係1034尺啦，而且係雙露台，非常之斜風嘅。啊，那是什麼樣的價格呢？係啦，咁如果82平方嘅話，高樓層嘅話，總價108萬，但係揾我同阿 Ruby 買咧，我哋係可以幫你喺現時嘅價格基礎上，再幫你爭取更大、更多、更筍嘅優惠折扣啦。咁98平方咧，亦都有驚喜價喎，總價先係120幾萬，而且8棟呢座咧，呢棟樓宇咧已經全部係現樓發售，即買即可以入住同埋收樓噶啦。咁 Ruby 啊，有冇聽到一隻雀仔叫個聲咧？啊，對，因為現在小區園林裡面是真的非常舒服，可以看一下這邊呢，是一個中央廣場。到了早上啊，還有下午啊，很多家長會帶着小朋友下來玩啊、跑啊、跳啊。然後正對面呢，這邊就是我們小區的一個湖景了。然後微風吹過來是非常舒服的。然後再加上我們小區打造的是一個東南亞的一個園林風，然後很多百年的古樹，所以說整個小區看起來會非常舒服，而且很多港澳人士會選擇在這邊養老啊、度假呀。然後現在呢是中午的將近12點鐘了，所以說家長會帶着小朋友去吃飯啊、睡個午覺啊，所以說
小區裡面現在是看不到什麼人的。係啦，依家係晏晝12點鐘啦。咁頭先嘅叫聲咧，唔係我肚餓聲㗎，係啲雀仔的而且確喺度叫啊。咁我哋12點鐘咧仲未食晏嘅，咁我哋目的咧主要係為咗分享更多筍盤同埋啲樓宇知識咧，俾咁多位街坊，讓你知道揾我哋買樓咧係首選嚟嘅。咁同時咧，大家可以睇見咧，成個小區咧已經全部落成咗啦，係現樓狀態，3期已經全部開發完啦，包括我哋上期介紹嘅21座，亦都係3期嘅最後一座，喺8月份咧已經全部收樓啦。咁有部分業主咧都已經入住啦。咁小區配套啦，有我哋2個游泳池，同埋喺售樓部右手邊咧，亦都自帶8萬平方米嘅大型商場嚟嘅。咁呢個商場咧係叫做我哋上都商場嚟㗎。咁佢係我哋珠海市區啦，老鄉洲呢邊啦，有一個上都百貨嘅，相信大家都唔非常之熟悉㗎啦。以及咧自帶12班嘅幼兒園啦、幼稚園啦。咁同時咧，大家可以睇見我哋嘅外立面啦，係咪打造得非常之靚仔啊？外立面咧係有俾我感覺啦，係非常之有層次感同埋美觀感嘅。同時咧，而且它樓間距是非常開闊的。Ruby 你睇下呢個外立面係咪似我哋坦洲某個樓盤啊？嘉進康城冇錯啦，呢個園林咧，亦都係我哋一個貝爾高林叫諾丁先生一個團隊親自操刀嘅，所以係咪非常之熟悉咧？咁呢個貝爾高林咧，曾經設計過啦迪士尼樂園一部分嘅，相當係非常之舒服嘅。咁成個小區咧係一共分為4期嚟開發嘅，咁每一期咧有6棟樓啦，4×6就係24，咁意味住成個小區咧係有24棟樓宇嘅，包括咧睇下我哋一個東南亞一個園林設計啦，同埋咧每棵樹咧都修剪得非常之靚仔，哇，好有美觀感啊！對了，而且這邊呢是用了5星級的萬科物業。係啦，物業管理費咧就係2.6蚊1個平方啦。咁頭先講到係我小區嘅配套啦，有我哋一個8萬平方米嘅商都超市，以及有我哋一個12班幼兒園、2個游泳池。呢個係我哋小區入邊嘅配套。咁 Ruby 啊，我哋出邊嘅配套有咩靚嘢咧？有嘉禾城廣場啊，還有海鮮樓啊，萬達廣場啊，還有招生花園城啊，這些全部都有的喎。係啦，呢啲咧就係揸車10到12分鐘就可以去到啦。重點一提咧，我哋屋苑啦，呢個江山會咧，亦都係成個片區嚟講咧，唯一一個擁有香港直通車嘅喎，可以翻到我哋香港太子同埋荃灣呢邊嘅。每日咧有4班車，朝早咧8點到11點，晏晝咧就係3點同埋我哋嘅6點啦。係啦，以及咧每週6日咧班次就會增加多啦。咁車費咧就係130蚊人仔一程，來回咧就係250蚊啦。哇！呢個園林真係非常之舒服啊！咁高峰期咧，大家知唔知買到咩價？19000到2萬塊錢左右啊！而家咧，現在單價只需要12000到13000。哇！真係筍啊！好，事不宜遲，我哋即刻上去8棟嘅實體樓，帶大家睇下。好啦，咁我就同我哋靚女 Ruby 咧就嚟到咗3期8棟2單元17樓嘅，同樣咧係2梯4伙嘅佈局。0102咧就係我哋82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係換算喺香港尺數咧就係882尺啦。咁03同埋04咧就係98平方做到3房2廳2個洗手間雙露台嘅，相當於香港尺數咧就係1034尺啦。咁攝影師哥哥可以俾個鏡頭啦。咁呢度咧98平方嘅單邊位咧已經有部分業主入住咗啦，包括呢個台咧就係我哋嘅海賊王啦。而且中間的這個過道呢是非常寬的，非常乾淨的。你可以看看那邊已經有人入住了，它的一個公共區域都是非常乾淨的。同時咧喺攝影師哥哥後邊咧，亦都做到一個1排角嘅採光面啦，證明呢度嘅採光、通風以及景觀方面咧係一流嘅。對，非常好。然後進門來這邊呢是一個4合一的一個指紋鎖，然後還有一個交付標準一個實木門，然後這裡呢它是預留好了一個玄關位，到時候我們可以做一個到頂的一個玄關位，還有鞋櫃的一個位置，上面可以做一些儲物空間，下面就可以放一些鞋子。那麼當然它這個82平方來說，這個鞋櫃肯定是有一點點小的，到時候我們可以延伸到這邊來，再做一個鞋櫃。
这个82平方呢，就很适合一家3口住或者2夫妻在这邊養老退休住在這裡的。又唔使咁大面積啊！如果大面積嘅話，打掃起身都會比較麻煩啲嘅。對啊，而且大面積總價也會高一點嘛，是吧？冇錯啦，咁呢套單位啊，價錢咧一陣會同大家講嘅。咁你先介紹下我哋嘅一個餐廳位置啦。咁餐廳呢邊咧係可以擺落4到6人嘅餐台嘅。然後這邊呢，它的冰箱位置是放在外面的。這邊只能放得下一個單看門冰箱的一個位置啦。廚房咧係上軌道咧已經幫你做咗軌道㗎啦，係比較2節鐵趟門咧，亦都幫我哋做好晒㗎啦。而且呢個功能咧係可以起到防撞嘅功能嘅。咁再嚟睇下我哋廚房咧 L 字形嘅佈局啦，廚房3件頭、收音機、煤氣灶、消毒玩具，用嘅都係我哋一個法格嘅品牌嘅，包括我左手邊呢邊咧，亦都有明窗嘅。雖然呢個明窗咧係有少少樓體遮住咗嘅，但係咧光線咧係從側邊照射入嚟嘅，所以景觀方面、採光方面係唔使擔心嘅。而且我哋目前咧係冇開燈、冇開我哋冷氣嘅，所以我頭殼依家飆緊汗啦，係啦。咁同時咧呢個熱水係咧櫻花牌嘅。一個熱水喉同埋我哋一個管道咧，已經幫你做好晒啦。肩頭所見到咧，都係我哋一個交付標準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啊？從我們的過道，然後照到我們的客廳房間，都是有這個煙霧報警器的。所以說這邊做的是非常細節、非常用心的，比較人性化、細節化。對啦。而且雖然說那個廚房會有一點點小，但是它把廚房的面積公攤到我們客廳這邊來了。係啦，所以說廚房確實會有一點點小，但是一個人在那邊做飯的話是 OK 的。或者到時候我哋經常，因為我哋後生仔後生女嘛，中意點外賣會多啲嘅。對啦。咁點外賣咧可以直接送到上門口。對了，而且周邊呢是有很多外賣可以送到自己家門口的，所以說這個是非常方便的，不用擔心說在這邊叫不到外賣，沒有東西吃哈。係啦，咁呢個客廳開間咧係去到3.6米嘅，包括咧兩邊咧已經做好晒白色乳膠漆，做到我哋嘅交樓標準嚟嘅。同時咧開關插座咧已經全部幫你做好晒啦。地板磚咧係用到我哋嘅 ICC 嘅北美嘅品牌嘅，同時咧呢個色咧係比較淺灰色少少嘅，咁呢啲色咧係比較防邋遢啦，同埋襟我哋滑嘅。而且它這邊是一個亮面的，所以看起來會非常美觀、非常漂亮咯。同時咧呢隻色咧俾我感覺咧就係啲簡約大氣同埋啲乾淨企理咁嘅更加美觀咯。簡約風嘛，這種呢就很好搭配家具咯。白搭屬於我哋白搭嘅。係啦，咁再嚟睇下我哋嘅露台啦。咁呢個方位咧係朝南向嘅，露台呢個面積咧係贈送一半面積俾咁多位街坊嘅。哇，這邊可以看小區的一個園林景，還有湖景，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它的樓間距是非常開闊的。哇，睇下。而且還有一個點就是我們正看對面呢，它是有一個反光的。反光。像手機貼了那個防偷窺屏膜一樣的，它是看不見的。冇錯。所以說香港人呢也比較注重這個隱私性這一塊，所以說這裡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係啦，咁我哋依家咧就身處嘅17樓啦，哇，微風吹過嚟真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同時咧，啲風咧吹到我哋湖綠邊咧，有冇睇見一個反光同埋波光粼粼嘅感覺啊？金燦燦嘅這種感覺。係啊，金燦燦證明我哋會越揾越多。同時咧，祝大家中秋節同埋國慶節雙節日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啦！係啦，同時咧，大家可以睇到我哋樓間距咧係比較闊落嘅，而且入住率好高。咁呢個恆悅江山會咧係超過5到6成係我哋港澳街坊買咗嘅。因為點解咧？首先第一點咧，呢度咧可以做我哋嘅低首期低供，好似82平方呢個戶型咧，首期只需要俾出5萬蚊。咁你俾完5萬蚊人首期之後咧，剩低嘅所有房款咧係全部做銀行呢邊按揭同埋上會嘅，每個月供4400蚊就可以輕輕鬆鬆入住啦。咁98平方啦，同樣可以做到我哋一個低首期低供嘅月供咧，98平方啦，5000零蚊係差唔多幾多，差成1000幾百吧，係啦。咁第二點咧，因為呢度咧白棟1單元又好，2單元又好，全部都係正裝修嘅現樓，即買即收樓。咁第三點優勢咧，就係呢個恆悅江山會咧，亦都有我哋一個業主直通車，可以翻到香港太子同埋荃灣呢邊嘅。而且呢個樓盤咧，都係比較近我哋
香海高速、香海大橋嘅，亦都被稱為香海大橋嘅首站，所以交通嚟講非常之方便啦。好啦 ，Ruby 介紹下我哋一個工位先。对，洗手间这边呢，它是给我们做成的这种3段式的一个干湿分离，而且它的镜柜这边呢，都给我们做了一些储物空间的，所以说这个空间感是比较大的，而且用的品牌都是用的德国 Glass 的一个品牌的。淋浴区这边呢，都有帮我们做了一些防滑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玻璃门呢，它也是做了一个缓冲的，不会就是關門很重的一個聲音嘛。同時可以預防夾到我哋嘅手指嘅，係啦。OK， 咁然之後咧，Albert 咧即將為你介紹嘅就係我哋第一間客房，第一間睡房啦。咁呢間房間咧大概有7個平方啦，然之後咧加埋我哋全尺寸嘅飄窗台，同樣係朝南向嘅，同我哋主觀樓台嘅景觀係一致嘅。咁地板咧用嘅都係我哋複合木地板，包括我頭頂呢個冷氣咧用嘅咧格力品牌嘅冷氣交付俾咁多位觀眾嘅，而且咧值得一提嘅，到時候好多街坊啊問我哋呢個欄杆咧係可唔可以拆，答案係可以拆，不過咧前提係要你收樓之後先可以拆嘅。係啦，咁 Ruby 3個房間是有2個房間朝南向，這個房間是朝東向的哈。這個房間是陽台報建了一半的面積給到我們的，然後到時候交付標準，這個玻璃窗全部都是給我們做好的，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實景，買來就是這樣的，所以說它的景觀面是真的非常開闊，包括朝東向的這邊呢，也是可以看到湖景的，以後這邊呢都是會做幸福河濕地公園的，所以說它的景觀非常棒，冇錯啦。咁呢個戶型咧係有3開間，都係朝南向嘅。咁然之後咧 ，Albert 咧即將為你介紹嘅就係最大 size 嘅主人房啦。咁呢個主人房咧大概有10個平方左右啦。咁呢邊咧係預留咗開間同埋插座俾你嘅。呢邊咧我呢個位置咧可以擺放呢個米8嘅大床，做到兩邊落床2個床頭櫃，以及我右手邊呢個位置咧係可以做到一個80公分嘅通頂衣櫃喺度都完全冇問題啊！主要係面積夠大啊嘛。對啦，到時候飄窗位這邊呢，我們可以做成一個小型的收納櫃啊，都可以的。到時候這個採光也不會影響到。冇錯啦。咁睇完82平方之後啦，唔知道電視機觀眾面前嘅你哋中唔中意咧？係啦，覺得點樣咧？好啦，然之後咧，我即將同阿 Ruby 咧會介紹一個98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相當於香港尺數咧就係1034尺。OK， 我哋即刻上去睇片 ，Let's go。OK 啦，咁我就同人哋靚女 Ruby 咧就嚟到咗8棟1單元4樓呢個位置啦。咁8棟1單元啦同埋2單元啦都係實體樓、實景嘅2梯4房嘅佈局啦，總樓高咧係28樓，咁個新樓咧01同埋02咧就係我哋82平方啦。咁而家咧同大家介紹下98平方做到南北對流大3房，相當於香港尺數咧就係1034尺啦。咁我右手邊咧呢邊咧係做到一排角一個採光窗啊，同時咧都可以睇見我哋嘅小區嘅園林美景啦，非常之舒服㗎。對啦，而且包括中間的這一條過道呢，都是我們自己家可以使用的。然後也可以放鞋子呀、放鞋櫃啊、小朋友的自行車啊、推車，全部都可以放在這邊的。喺我左手邊咧呢個位置咧，佢係一個後樓梯走火通道嘅，係啦。而且這邊有沒有關注到，從我們進門口的那個電梯口到這裡都是有那個煙霧報警器的。做得比較細節啦。咁首先入翻嚟咧，我左手邊咧呢度係實體樓啊，咁結合智能密碼鎖啦，同埋門咧，亦都係我哋交付標準嘅。右手邊呢個吉位咧，可以做一個60公分到80公分嘅通頂鞋櫃同埋收納櫃㗎。係啦，入翻嚟咧呢個戶型咧就係一字排開嘅南北對流雙露台啦。咁呢個客廳開間啦係去到4米嘅，咁鏡頭見到咧都係我哋交樓標準啦。對啦，包括這個白色的乳膠漆都是藝術漆來的，然後北美 ICC 的一個瓷磚啦，然後包括我們的這個天花吊頂啊，還做了一個氛圍燈的，到時候我們買幾個燈就可以了。冇錯啦，咁其實咧以後你想買家私家電嘅話，我同阿 Ruby 咧亦都會送埋俾你嘅。咁插座開關啦，已經全部幫你做好晒啦。咁嚟先睇下呢度嘅景觀先。咁露台呢個位置咧係朝北
嘅，贈送一半面積俾到咁多位街坊，然之後咧4節套門咧都完全幫你做好晒啦。咁前面咧就係我哋非常之出名嘅香海大橋啦。咁呢個恒宇江山會咧，亦都被稱為香海大橋橋頭堡位置，係一個首站嘅。咁翻到我哋嘅一個廣州大橋關口呢邊咧，全程係25分鐘嘅。而且正前方這邊呢，到時候會做一個幸福河濕地公園，然後我們到時候看出去的景觀會更開闊，而且以後呢也不會起高樓，所以說這個視野它不會有遮擋。係啦，前面咧呢啲自建房咧，後期咧亦都會拆咗嘅。景咧係定景嚟嘅，永恆嘅景觀，所以景觀方面咧係唔需要擔心嘅。而且我們現在在4樓的一個位置，你看一下這個風吹得很舒服。係啊，我哋冇開冷氣亦都冇開燈嘅情況下，自然風吹過嚟非常之舒服嘅。對啦，而且後期呢，這邊響風窗都是可以封的，而且都是可以封到頂的。然後這邊呢就可以做成洗衣區，因為這邊的水龍頭啊、插座全都是做好的。然後封窗的話，把這個推拉門拆掉，然後通鋪出來，整個客廳的開間會更大一點點，視野更加之開揚開闊啦。咁哇，98平方啊，竟然做到南北對流雙露台大3房啊！對呀，非常之誇張㗎。咁呢邊咧係擺放咗可以擺4到6人嘅長型一個餐台，或者你可以擺4至6人嘅圓台都可以嘅，冇問題嘅。主要係面積夠大。對，而且這邊呢，它是有預留的一個位置，到時候我們可以做成一個餐邊櫃。像一家3口住或者一家4口住，我們可以儲放一些更多的東西嘛，紙巾啊、茶杯啊、茶葉啊、咖啡豆啊、豆漿機啊，全部都可以放在這邊。可以做一 set 個，大概可以做到呢個位置左右咯。對啦，而且中間的這個餐廳位置又不會很窄的。主要係南北對流呢個戶型咧，非常之舒服嘅。對，係啊。那麼這一套多少錢呢？呢套咧總價咧係98平方啊嘛，總價係127萬。咁如果高樓層嘅話，大概價錢幾多咧？中間高樓層的話，它的總價可能會相差10來萬。然後這個呢，也是看自己的個人選擇。有些人怕高呢，他就會選擇低樓層。然後有一些人喜歡景觀視野會更開闊一點呢，他就會選擇高樓層的。但係咧呢套98平方嘅貨量唔多啦，目前嘅話剩低4套。最後4套係98平方嘅，同樣咧係可以睇到湖景嘅。OK， 咁我哋先嚟介紹下我哋廚房先啦。咁廚房呢邊咧係做咗一個 L 字形嘅佈局啦，廚房3件套啦。抽油煙機冇去做，同埋我哋嘅消毒玩具咧，亦都係我哋一個膠標嘅，用嘅咧都係我哋法格嘅品牌嘅。咁喺前方咧呢邊咧都預留咗一個雙開門嘅雪櫃位啦。咁插座開關咧亦都幫你做好晒啦。同時呢個涼把咧亦都係我哋一個交樓標準嘅。同時咧呢個廚房咧係帶有明窗嘅。咁攝影師哥哥俾個鏡頭先嚇，打開呢個明窗咧，亦都係睇見我哋呢個。哇，湖景嘅前方手指指呢個位置係啦，哇！啲師奶、啲家庭主婦喺度煮嘢係最中意、最 like 㗎啦。對了，而且它的熱水器啊，都是坐在外面會比較安全的。然後這邊的陽台呢，就是看小區的園林景觀。現在這個風非常大，非常舒服的。全係自然風吹過嚟，舒服啊！對，在家都不用開空調的，因為像一些長輩呢，他是不喜歡吹空調的，他就喜歡吹電風扇、吹自然風。吹電風扇呢，就像有人在摸你的身體一樣的那種，有點癢癢的。係啊，好似翻到細個嗰陣咯。然後這邊呢，他就給我們做的3段式的一個乾濕分離的一個洗手間，用的品牌都是德國 Glass 的一個品牌。然後這邊的一個儲物空間呢，都是非常大的，然後就給我們做了這種鏡櫃的。打開晒俾各位街坊睇下先。都是可以做到很多的儲物空間。這邊呢都可以，到時候放一些紙巾啊，放一些香薰啊在裡面。然後淋浴區這邊的空間都 OK 的哦。真係它是做了防滑處理的，最主要是有明窗，可以看到小區的園林景觀，看到湖景，非常漂亮的。冇錯啦，咁呢個戶型咧就係南北對流3房啦。咁 Albert 咧即將為你介紹嘅咧就係第一間客房、第一間睡房啦。咁呢間房咧係大概有7個平方啦，全尺寸嘅飄窗台。係同我哋主觀樓頭嘅景觀咧係一致嘅，包括咧兩邊咧已經做好晒白色嘅乳膠漆，到時候膠標啦，同學係有冷氣膠標嘅。咁呢個戶型咧係大概一共有4部冷氣交付俾咁多位街坊嘅。對啦，而且它全屋都是做了這種小夜燈的，比較貼心哦。冇錯啦。而且全屋用的這個開關呢，都是用的細門子的，
哇都是比較細心細節的啊。係啦，咁同時咧，呢間房咧係以陽台佈建嘅，贈送一半面積咧俾咁多位街坊㗎。咁呢個房間咧係有6個平方啊。另外最中意、最欣賞嘅位置咧，就係270度嘅景觀面啦。哇！正面度採光同埋通風咧係完全冇問題嘅。而家咧我哋喺冇開燈嘅情況下喎，採光都咁靚啊！影到我白白淨淨啊嘛！好啦，咁然之後咧，再同大家睇下我哋主人房係最大 size 嘅一個房間啦。咁主人房呢邊咧係大概有12個平方左右嘅，係啦。然之後咧，同學呢個格力品牌嘅冷氣咧，亦都係我哋嘅交樓標準啦。咁呢邊咧全尺寸嘅飄窗台咧，亦都係屬於我哋嘅贈送面積嘅。咁呢個位置咧，你可以擺個1.8米嘅大床、6尺大床，以及兩邊咧已經都做好咗我哋嘅插座開關嚟嘅。這裡它就可以做一個到點的一個衣櫃了。然後裡面這邊呢是帶有一個套間呢，是有一個洗手間的。然後洗手間用的都是電動的一個馬桶，然後腳一碰這邊就會有出水。然後做的也是非常細節的，因為有一些女生喜歡做美甲，可能按下水鍵的話，可能會碰到手指會比較痛。所以說這邊呢，它是做了一個腳感設計，碰一下它就可以出水的。所以說做的也是比較細心的，然後裡面呢也有一些儲物空間，可以放一些女主人的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可以放在這邊的。同樣這邊呢也有明窗的設計，打開會非常非常通風的。冇錯啦，哇！真係景觀靚啊！呢個樓盤咧俾我感覺咧就係一半公園一半湖。咁我哋廣告詞咧就係住喺公園入邊、公園上蓋嘅物業啦。咁你買嚟度假同埋養老咧，簡直係 perfect 嘅。對，因為我們每次過來代課的時候呢，就會看到很多香港人會提着行李箱就過來這邊度假呀。到時候小區裡面也有湖景，然後左手邊這邊呢也有濕地公園景觀，所以說兩邊都會有湖景，而且它的採光通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冇錯啦，主要係而家首期低啊，各位街坊，首期咧5萬蚊，月供咧都係4000零蚊。咁我同阿 Ruby 咧頭先同大家介紹咗82平方同埋呢個係98平方3房2廳雙露台嘅。Ruby 你比較中意邊個型多啲？我肯定喜歡這邊南北通的。係啊，要努力，要加油啦！咁睇完82同埋98啦，再同大家重複嘅價錢啦。82平方咧總價係108萬，咁首期咧俾出5萬蚊，咁剩低嘅房款咧係全部做銀行呢邊按揭同埋上會嘅。咁呢個98平方啦，總價咧係我哋一個127萬。但係如果你中意嘅話，我哋都會喺現時嘅價格基礎上咧，再幫你爭取更大、更多。更順嘅優惠折扣啦！揾佢哋買房咧，盈途置業係首選啊！盈途置業咧喺呢度一手代理嘅，絕對要比你出邊其他經紀人嘅價錢咧要平出好多好多，甚至更多啊！而且還贈送家私家電咯。係啦，咁我哋買完樓之後咧，我哋亦都會有售後服務啦，包括你簽認購書、網簽、交契稅、銀行呢邊按揭上會辦理銀行卡，同埋我哋驗樓、收樓等等服務咧，我同阿 Ruby 亦都會一條龍一個幫你全部做好晒，包括你過嚟睇樓咧，亦都係揾我哋都係免費專車接送帶你睇樓㗎。OK，今期節目時間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